道歌调记的歌曲这么多哈，可以把那个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号，然后在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，然后就有超连结，有超连结功能哦。现在要点按第33项哦，点按超连结了，期待再相会啊！期待再相会，来，你看，把那个影片哦，詹雅文的来听听看，詹雅文，把那个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点按一下，然后来按第2项，道歌调记的歌曲中，现在存入播放清单，再找事先建立好的播放清单的名称来勾选。这样就加入播放清单了哦。